各位老友記大家好，我胡晒陳日輝好快又一年啦，帶住窗口會夜由千面王齋由黃邊 call 爹羅嚟，大家有互簡嘆過實間真起無等人，古人講歲月不追時謝又勞講就講得巧雲也，但落到我哋那啲老人家身上幾種智慧氣口負責解。最近有位老友同我飲茶，佢同我講，曾生我覺得自己好失敗，試嘅嗰陣為咗兩餐奔波，老咗以為可以享福。電視仔女冇生性，生底有互爭氣，每日影光光望天花板。我覺得人生好似敗行一場。聽聞隨着我心入面口間海，其實好多老人家冇開心，無係因為佢哋擁有嘅太少，唔係因為隨地醒覺得太遲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場真心話呢，殘酷強係我呢幾十年月嚟溪總街嘅，我哋會由住數期溪錢講起。講到住難當溪錢，最後講到點樣笑格離心。如果你一家50歲、60歲，甚至70歲，請你靜落嚟聽我慢慢講。呢三樣嘢，如果你真係聽得入麼，你後班次啟服步就是呢，到我地先長地最限時啟野前播家講財色四明史稅係無語，至消行嘅障礙。但對於我哋凡夫俗子，又係實老人家嚟講錢。無係欲望錢係你得命，跟住好多老人家有一種錯誤係觀念，覺得冇開錢遲早都係仔女佢，不如早的被除低。甚至有啲老人家子女兒話有創業又買樓又還車，老人家二話不說將自己層樓按咗佢，嗰隻將軍財寶攞晒出嚟佢底心入面審住。我對仔女更好佢低將嚟時會爆打喎。我想話你聽啊，總神把係大錯特錯。人生係經無次考驗係，你手入面有錢，你熱太上房，你將錢招晒出去，你可能連老婆人都做唔成。我唔係教你自私，我係教你點樣保護自己。你要明白，子女相互孝順是一種概率，但係手入面有和錢，係一種確定性。到咗我哋呢個年紀，最凄涼係無希無錢。如些你明明有錢，但你控制唔到啲錢，有地仔裏面識攞零用期。記住陳生一句話，財無預之民，老胡分家產。你有錢你可以請工人，可以住好低可老人院，可以生病嗰陣問最好卡醫生，更重要海事。你有錢，你視仔女面前就有一種威嚴啊！呢種威嚴唔似你有出嚟開係因為你下意嘅道理睇個睇，你無需要一步任何人消氣，入面有一種定力，守住離開退休金就係你晚年生活最大可定力。講還錢冇得講，情後到老友記最荒冇得契，就嚇仔女繼續婚，你單慳處地兩公婆吵架，新咗信你有單慳個信時，唔好做護欄，你每日操心到不得了結果，玩你可是咩嘢？知仔女一住得啦，我的啟示你會效果啦，你好煩啊，自面後揸身，時時你個係因為你為地頭因果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啟業力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啟業力，佢個人都有自己啟路有行。你作為父母，而啟一回事處地情年改革，自細已經完成咗9成剩下嘅一層。無事滾照係殘中有字話照隨緣點樣隨緣。子女有處地啟福煲，而有處地啟節數，地強成間石，就是間有處地啟因果。我照大家嘅心法，將仔女當成係劇人，你試下審下。如果有個企你無其他你會無非話處咗三無口地，你非無非話處教仔無言你無非，你會開開企真必查必出揾下去最緊好戶，然後大家開開心心聽架機，對待仔女都有嚟種客氣，佢哋翻嚟時分，你開開心心煮幾道菜，遲的唔翻嚟，你自己事千彈低，聽下哥地下叔，和好做管家婆，又做一個明白人。有可細收心好多老人家，老咗之後好中意碎念，鬧到將幾十年前啟陳年招式攞出嚟講。其實你講嘅愈多，你啟負起就流失的意悔。老子講大恩希聲，真正有智慧啟一。事實冇係，當你時時無欺奸食，仔女啟聲冇奇的，反而會覺得你哋個老人家好通情達理，反而會咁想侵禁你。講還私嘈喺前同前我哋遇到住學深喺部分，收成好多老友記國嘅燒行師，由佢廟宇拜神，或者佢朝堂祈禱，其實和起真正海燒行希係
你啟一餐日飯一言一行如面，年過老實你最好戒消閒，就係照顧好你嘅先。電界老人家用一邊，因為生病中一發百病生如係。你日日自教邊個對你胡孝敬過邊個千詞，講咗句難聽開嘢，幾高自己當年邊件事做錯咗，離必離後就喺殺死你見堂佢。宋壽霍家講過去心不可敵，現在心不可敵，未來心不可敵。過去啟示呢啲後事流水更走咗，你再自續都無用。未來開始仲未發生，你正都無用你，唯一可以控制喺當下。你依家做世道聽我講嘢，你有冇感覺到你契夫婿？你又唔敢阻到你杯茶喺運道。如果你令專注時呢，而企落喺度燒行扭咗要我，殊實斷捨離，冇單止係烏氣啟澤湖，更係鮮肉面啟自年。有個老友計同我講，佢後怕死。我同處講，死係自然該來，就係好事事記更替，跟你經史。是因為你嗰隻，你有好多嘢擁有住。其實我哋嚟你個時嘅，知空手離開走開時候，遇到係空手走。如果你能明白本來冇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，你就會發現路處唔係衰落，係一種塵餘，係一種可以放低所有包袱，真正為自己係可海自由。你又將你改身體當成至一座神殿，攞咗靈間壞咗係正常海。你有溫柔更對待佢可怨天尤人。要同你改身體何幾，你對處好，佢就會陪你走多遠路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殘酷，但係好真實。佢嘢人老咗，最後要面對佢係孤獨。老闆可能會先走子女，有自己喺家庭，老友會一個位個離開。你呢種高度嘅人何前，人何情？到田步湖都啟聰明，啟老人家有隨時享受孤獨。孤獨唔係質量，孤獨係一種安排占卜。當你個劇發死，而企湖人巢你，你可以靜靜咁參悟下人性，你可以寫下書法種下畫，或者就係撳咗斜到地下圓轉圓書。你又培養一個可以陪你到老海，佢愛考呢個愛考湖係為咗別人哋，又係為咗安頓你改靈魂。如果你害怕孤獨，你就會似討好人，一旦你開始討好人，你就失去咗自我，你就變成一老物不又咗一個道行界獅子。阿胡喺依附喺藤問老友記，講咗更多胡之嚟，吸收咗幾多人生呢？慘事我哋都演到咗最後一幕，主記四你自己冇喺你這裏守住啲改錢，心為咗安身，放低啲改錢，是為咗啱心燒烤啲改先，是為咗顏面。做人最緊要起一個順字，心轉咗，詞就算，詞順咗，命就算。我今日講啊，地湖喺要教你做一個諗好可人，我喺要叫你做一個清醒可人。只要清醒可老人，先至可以達到真正契尊重，先至可以擁有一個體面契晚年。希望大家天雲戰日佢分享，今晚可以瞓個好覺，聽日醒嚟太陽一然會升起，由你會知一國權生喺，充滿智慧改自己。我自陳義飛，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覺得呢番話對你有用，歡迎主地呢番話對你有用，歡迎轉發地理下。老朋友，我第一次燒坑，一次扭得漂亮，我第下次再見。